你有4个囡仔，上大汉的11岁，啊上细汉的才8个月，啊，佮有恁先生是韩国人，所以恁咧厝内底主要使用的是华语，啊，爸爸甲囡仔是讲韩国语对。对，兄弟姊妹讲用华语。啊，因去学校的时阵就是讲英语。英语安尼。对，咧外口若是阮厝内的人讲华语，啊，甲唔熟悉的人讲英语。安尼顶回伫家台语入去进前已经是3语啊。对。啊，因为阮囝即马会读足侪台湾的册，啊，因对台湾就有兴趣。啊，我感觉我拄着迄台语的物件，我足歹甲因用华语解释。因会晓唱即首歌，甲妈妈洗牙齿真趣味，油花鸡的大米，逐项拢拍味。啊，因着听着这个大米是啥？吼，油花鸡是啥？啊，用迄华语去解释，因无食过，无感觉过，所以我就想要教阮囡仔讲台语。啊，毋过来去迄分享会进前，我就毋知方法。互我上大的转变是，我开始讲台语，因为我若是无开始家己讲台语，阮囝就无迄机会听着。分享会了后，我即马教因讲足侪台语。细汉时阵是阮阿嬷教我带大汉的，所以我母语是台语。我去学校进前是袂晓讲华语，我只有会晓讲台语，因为迄当阵拢讲学校内底拢讲袂使讲台语，我就袂晓。啊，我大汉拢爱讲，甲我阿嬷想要讲的时阵啊，就有大人讲啊，你讲袂认得啦，莫讲啦，足歹听的。所以我伫咧我心内底，我一直即马感觉是我袂晓讲。就是我感觉相信足侪少年人拢有即安尼的经验，就是一开始讲的时阵，拢会互感觉你的腔口足奇怪，袂认真，就是亲像外省人即种的讲法，啊，就会互你足自卑的。啊，大部分的人就会想讲啊，规气莫讲好啊，啊无规气莫讲，啊，结果上尾就变做是大人足厉害的，是大人就会晓双语啊，就会晓华语啊，啊，等到愈少年辈就愈袂晓讲啊。我就学着啊，足侪迄父母袂晓讲，啊，因的囝会晓讲足好诶。我感觉我嘛会使，所以我10天啊内底，我讲我一直甲阮阿母啊、甲阮阿嬷、甲阮阿姨讲。有当时阵我家己讲话的时阵，我嘛开始用台语。啊，我感觉啊，迄我去学校进前。迄个只会晓讲台语的我转来啊！敢若找着以前的家己，你是毋是去基本配咯？对啊！啊，咧学剧的时阵，我甲阮囡仔教迄台语歌的时阵，足奇怪呢。我唱迄台语歌，我会家母推起来。我感觉是我想着我囡仔时阵，阮阿嬷甲我唱过。啊，我的身体，啊，佫会记得我以前甲阿嬷斗阵的迄种囡仔时代的温暖的感觉。啊，你囡仔即马对你这10天来，吼，你本来讲你台语足老的，无法度讲几句，啊，到今仔日咱目前落到即马，你有9成，我考是8成、9成拢是讲台语。伊感觉安尼阿母有啥物款的无共款啊？开始的时阵。因有讲阿母，你为虾米爱安尼？啊，毋过即个毋是因第一摆安尼，因为阮伫咧厝内，阮翁讲的迄韩国语足无够的，所以我今年年头，我有开始教阮囡仔讲韩国语。啊，迄个时阵，阮囡仔足讨厌的，袂当接受。对，啊，毋过我就直直讲。
啊，所以即马我开始讲台语，因就足关系的，因为因知，嘿，因知，就是妈妈有家己的坚持。啊，囡仔要选讲啥物是伊的自对由。对，我袂别对。讲你一定爱甲我应啥物。啊，我是感觉因啊，即马会阁是咧应华语。啊，毋过我迄韩国语的经验是，我一直咧讲韩国语的时阵，因会甲我应韩国语。所以我即摆的做法是，我就一直甲因讲台语。啊，我感觉和伊2、3个月，因可能会教我应台语。上歹学的语言是上无人讲的迄个。迄是上歹学的。这就是为虾米阮爱教阮的囡仔台语先，个华语，个英文，若是阮住咧澳洲。你若是甲韩国语比起来咧，我甲韩国语就歹学，所以我会使，我会台语甲韩国语，即摆我细汉的。即两个先好会晓讲，因为若是阮细汉的即两个会晓讲，阮大汉拢嘛有救。台语甲韩国语，OK， 台语较困难的原因是伊有7个音调，搁足侪迄非书面语，对无？就是袂使读出来的物件。你是讲亲像粒声，亲像哈顿，迄种迄种袂有。迄款都拢嘛有，我是讲，你也是读的物件就少的，就是你能够读到的这些材料很少啊。你是讲文字对，册较少，就是印刷无精印刷出来的册较少，对，较无多伫册顶悬学到的物件。若是迄足少的时阵，就较歹学。嘿啊，比较足歹学。就是敢若会当靠。人甲人安尼讲，对，就是无情。那你若是无讲，你就无去啊。虽然讲台语是有字的，毋过毕竟即马用台语的出版品的册是较无亲像其他语言，无亲像英语啊，还是华语的册较侪，所以囡仔大汉了后要自学，其实嘛是较困难的代志。因为真侪台湾人还是阿公阿嬷会烦恼讲恁即马对囡仔讲台语。以后去学校对袂着，要安怎？这就是成人的误会，就是讲，因为若是阮知影人的迄头壳是足巧的。对。你看迄欧洲遐的人会使讲10几个语言，迄就是咧讲阮拢足巧的，阮大个人拢足巧的。所以若是你教你的囡仔一个，你的囡仔会使讲一个。若是你教你的囡仔讲10个，你的囡仔会使讲10个。学校语言我无烦恼啊，因为因大汉啊，因足侪时间来学校。细汉的大汉了嘛是爱去学校啊。你讲一工去学校遐侪时间，你转来厝内咧，阮就无用透早出门。出门进前你会使甲伊讲啥物话？你都接转来。你会使甲伊讲啥物话，所以若是我会使教阮细汉的讲，阮细汉爱教阿兄姊讲话时阵，伊就有迄个机会去听到。因为阮有一群人，阮住咧海外，阮就想要教阮的囡仔会使读册，会使读中文册，对不对？对，甲爸母斗相共斗阵。教阮的囡仔读册，就淡薄仔亲像共学团安尼感觉。对，阮嘛有一个阮的共学团，来教囡仔斗阵读册，读阮的册，阮是300本迄囡仔册。就淡薄仔亲像就是亲子的读册会安尼，读书会安尼。所以阮逐个月拢有迄就是说呢，我们是每个月会在线上，然后一起办，大家一起读。可是你要读什么语都可以，所以因为我们的对，因为我们的是中文字嘛，所以我们也有读粤语的，然后目前还没有读台语的啦。可是我觉得是有可能的。恁的读册会是做伙看中文册，毋过各个每一个家庭，伊家己要对囡仔讲啥物倒一种语，比如讲广东话，还是要讲客语嘛会使。若是阮感觉即
即件代志我袂晓，我无法度，我就无法度。啊，毋过若是你会使，家你家己洗脑，我会使。啊，毋过顺序的时阵，我感觉是安尼。若是阮囥台语先，华语，你想看觅，若是一个囡仔来外国会晓台语，啊，伊来台湾，伊会晓台语。来台湾的时阵，伊就足侪机会，佫会使学华语，对无？啊，毋过若是即个囡仔袂晓台语，伊敢若会晓华语，啊，伊来台湾，伊感觉台语甲伊无关系。所以伊刚会晓华语甲英语，所以若是你甲囡仔台语先，你华语、英语拢有，对无？哦，真正诶，我敢若无互你洗脑对。对，就是我感觉迄个信心甲信念最重要诶呢，就是相信家己会使。佫有一个是你爱有一群人甲你做阵，所以我去迄分享会，互我足侪力量，是因为我感觉我找到啊，我找到这就是我比我需要的，我最需要的。你就需要一群人，大家互相交流，对啊，方法大家做伙想，总是有一个人。每一个人拢会拄着无共款的困难，啊，毋过大家会做伙找到答案。所以你转来台湾听分享会了后，这10天囡仔其实已经开始有一寡无共款的，伊上少会晓讲一寡词，对无？因想要学。哦。我感觉这。若是要讲，是有想要学。因有想要学，因即摆毋是排斥的状态，就会我感觉就感恩的。而且因转来台湾，啊有甲就是阿嬷、阿祖、啊，佫有姨妈，因为家族里来，伊就感觉讲。因是4冬无转来，所以对因来讲，因感觉哇，台湾来讲台语的人足侪。我知恁会感觉的。是，其实无。对，恁感觉是来讲台语的人无，因为你看的角度甲阮无共款。澳洲的角度。对，因为因佫是讲台湾，只会晓讲华语。哦，伊之前是感觉台湾会晓讲华语。因为伊毋知嘛，遮去7拢嘛有人咧讲，遐嘛有人咧讲，啊我听无，啊我想要知影因咧甲我讲啥物，所以因想要因有迄想要学的心。我感觉有迄个想要学的心最重要的。我是感觉分享会了后，因为我想要讲，因有机会听，才有即个转变。而且因为即个关系，因嘛是按对台湾即个土地有兴趣，所以才开始对即个语言是有兴趣的。就是咱会讲，一个语言拢会后壁，伊拢永远无可能是敢若是一种语言，伊后壁拢有足深的文化，甲伊的理路。比如讲，你头拄仔一开始讲到的遐个点心，亲像游戏机啊，还是啥物食物的遮个物件，其实伊后壁拢有一个理路甲一个历史。我即摆是足感谢我会使拄着恁，甲 Candy， 因为我今日来 Candy 讲，我讲，因为 Candy 嘛给我鼓励很多。因为伊甲我讲，你爱继续讲。你莫转去澳洲无咧讲，我讲袂，我即摆知影，我爱一直讲啊，才会使。我是甲阮阿嬷讲，啊，阮阿嬷足欢喜，我即摆过来学，啊，阮阿嬷甲我讲，伊爱教我，啊，我就感觉足感动的。欢迎来参加台语路分享会。